30几位包括环保、关怀访视和巡守队的志工，都聚集在虎尾社区关怀据点，听取钟家宽屏双子星团队所分享的媒体识读。对于这群50、60岁以上的志工而言，吸收资讯的机会和年轻时已大不相同，尤其诈骗和假讯息层出不穷，要长辈去分辨相对会较困难。所以透过轻松趣味的课程和有奖征答，至少要让大家知道收到假讯息不要再转传，甚至可以善用科技软体进一步查证，做一个聪明的乐听众。会中志工都踊跃互动，场面相当热烈。请你转传，请你按赞跟转传，对不对？转传它会向你一直传，也会有时候会请你按赞。课程对我有帮助，因为你可以去分辨一些假讯息或者是真的，你可以有一点判断的能力。谣言止于智者，今天社会的混乱，就是因为有太多的这种假讯息，造成整个社会的一个混乱。那今天的课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宝贵的一些意见。钟家宽屏双子星3冠王为了宣导媒体识读，避免民众被少数资讯来源和争议性节目所影响，所以持续巡回社区，锁定各年龄层来宣讲。今年度虽然受到疫情影响，也已经达到12场。其中虎尾社区这一场，台南市长夫人刘玉菁除了到场肯定志工热心服务的精神，对于假新闻甚至网红靠变脸科技合成不雅照赚钱为例，要求市民一定得善尽查证。前阵子在社会新闻里头都有看到变脸，对不对？其实事实上，它本来是一个很好的科技，被有心人士不实人士去做这样子的这样违法的事真的很可惜啦。所以我们的百姓我们的市民都很善良的，所以请大家务必善用我们的科技，但不能做违法的事有一些在你的 FB 或者 LINE 或者 IG 抖音在流传的一些事情，请要求证，一定要多方求证了以后，我们才能够去证实这个消息是对还是不对。这样子也不会污染到你的思想，也不会污染你的头脑，也不会污染到你的生活。拜托大家尤其是台南市民都有高智慧的，一定要这样子做哦。志工服务时常得接触人群，透过课程的收获，每一个人都成为终结假消息的种子教师。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。